Hello， 大家好，電器大唔仔，今期咧我哋介紹 Rexona 嘅一款最新 Model UA84，咁咧佢係一款8公斤嘅正洗洗機，非常簡潔啦。咁其實大家都可以見到咧，佢係有一個飛頂嘅設計嘅，咁可以直接適合一啲海上居啊、金峰南岸嘅呢啲單位嘅。啲導流1級嘅能效，包括1級嘅水效啦。扭掣方面做到非常簡潔咧，呢度係一個洗衣粉同埋洗衣液嘅一個添加口，跟住咧好簡潔一個使用，高轉速1004轉，跟住咧嬰兒模式咧都係特別優化咗呢一點嘅。我哋可以睇到細節嘅一個清氣殺菌嘅一個位置嘅。咁打開個蓋睇一睇先。內筒方面都係用咗最新嘅呢種滾筒式交叉洗，更加乾淨潔亮，係啦。咁開關嘅一個弧度咧都係控制咗係一個位置限制，但係都唔怕嘅。咁我哋講翻啲小知識啦。平時咧呢個位置咧其實要開翻蓋，咁要擰翻佢出嚟，係啦。咁就擰翻佢出嚟之後咧，地下咧就提前擺定條布，咁咧你就可以嗰啲污糟水咧就會出翻嚟㗎嘛，翻乾淨佢咧就 OK 噶啦，擺翻落去咯。OK， 咁今期去到呢度先，係啦。需要洗機嘅朋友咧，隨時聯繫我電器男仔，拜拜。